环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，学了就要用到哦。来，我们来问路，请问到高雄是在哪上车呢？请问到高雄在哪送茶？请问就是请问到高雄。高雄就是我们说的高雄，在哪送茶呢？在哪就是在哪里，哪就是哪里，送茶，茶就是车子哦，在哪送茶上车呢？哦，嘿，爱看就是哦，我看一看，我想一想，嘿，爱看的东尼门给顺头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在东二门的旁边呐，就这么说了。的东尼门，哎，就是东边第二门东尼门，给就是什么的啊？的东尼门给顺头，什么叫做顺头？就是边边的意思啊。那要怎么走到那儿呢？哎娘哎行喏。哎就是要，娘哎就是怎样，哎娘哎行喏，行就是行走的那个字，哎娘哎行喏，哦，侧行就到哎，直走就到了，侧行，直走，会了吗？哎，我们看今天谁来为我们示范呢？请问到高雄哪送茶？外宽都懂你们顺头。哎娘会行喏，车行6分钟就到嘞。下次到客家庄的时候，拿着地图就问客家朋友，哎，哎娘哎行喏，要怎么走呢 ？OK， 安子 say， 拜拜。